喺香港，不論係返工定返學，幾乎每個人嘅屋企或者辦公室案頭上都一定會長期放住一個保溫杯。冬天用嚟飲熱水，夏天就裝凍水。平時泡茶、沖咖啡、整養生花茶，日常生活根本離唔開呢個必備用品。不過今日我一定要打破一個高達90%香港人都犯緊嘅自以為是壞習慣。大家千萬唔好以為係小事，因為絕大部分人洗保溫杯嘅方法從頭到尾都係錯晒嘅。平時大家一見到杯壁發黃，積咗茶垢同污漬，第一時間係咪就拎個鋼絲刷、硬毛刷或者粗海綿使勁咁去刷，以為越用力刷得越狠，個杯就越乾淨，飲水就越健康。其實你每刷一次都係親手破壞緊保溫杯嘅內層保護膜，更加係默默咁透支緊自己同家人嘅健康。10個長期用保溫杯嘅人，有9個都被呢個壞習慣害咗，仲要自己完全唔知。今日我一次過同大家講清楚當中心嘅原理同隱藏危害，仲有幾招零成本嘅懶人清潔絕招，句句都係在地實用嘅大實話。首先同大家講講專業原理，等大家明白點解絕對唔可以用硬物去刷保溫杯。市面上正規合格嘅保溫杯，內膽全部都係食品級304或者316不鏽鋼。很多人以為不鏽鋼好堅硬，唔怕刮唔怕磨，點刷都冇事。呢個係最大嘅錯誤觀念。不鏽鋼表面睇落光滑，其實表層有一層人工生成嘅致密鈍化保護膜。呢層薄薄嘅保護層係保溫杯安全鎖溫嘅核心，亦係守護我哋飲水健康嘅第一道防線。呢層膜有2個關鍵作用，第一係物理隔離，將飲用水同不鏽鋼金屬底層完全分開，防止金屬有害物溶入水入面。第二係順滑防塵，令杯壁做到無縫光滑，茶渣、咖啡、污漬同水漬根本無處附住。平時用清水沖一沖就已經好乾淨，但係我哋日常用嘅鋼絲刷、硬毛刷同磨砂清潔布，硬度遠遠高過呢層保護膜。就算你輕輕刷幾下，都會喺杯壁刮出密密麻麻、肉眼未必睇得到嘅微細劃痕。很多人畫完見到個杯刷到發亮，就以為好乾淨。呢種想法完全係自欺欺人。呢啲微細劃痕，正正就係藏污納垢、滋生細菌嘅溫床。原本光滑嘅杯壁，清水一沖就乾淨。一旦布滿劃痕，茶水同咖啡嘅殘渣就會死死咁黏喺縫隙深處。之後你就算用滾水反覆燙，用清水不停沖，都沖唔走深層污垢，只會令污漬越積越厚。更加恐怖嘅係長期累積嘅隱形危害。一旦保護膜被刮爛同磨損脫落，不鏽鋼原生金屬層就會完全暴露喺外面。我哋平時裝嘅滾水、酸性果汁、濃茶同咖啡都會持續腐蝕受損嘅杯壁，加速醛、鎘、鎳等有害重金屬釋出。呢啲微細嘅重金屬微粒融入飲用水，被身體吸收之後，最大的問題係人體無法自行代謝排出，只會日積月累留喺體內。短期內可能會出現口腔異味、肚痛或者皮膚起紅疹，長期堆積更加會加重肝腎負擔，慢慢拖垮身體機能。除此之外，劃痕縫隙、長年累月堆積嘅茶垢同咖啡泥喺保溫杯密封、潮濕又恒溫嘅環境下，會瘋狂滋生大腸桿菌、金黃葡萄球菌同霉菌等致病菌。你肉眼睇個杯好似好乾淨，其實縫隙深處早已變成細菌大本營。你日日飲落口嘅每一滴水都係混雜住細菌同重金屬嘅髒水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，保溫杯內膽絕對唔可以用任何硬質工具去刷。如果杯內已經出現明顯劃痕、局部發暗、失去光澤同手感粗糙，千萬唔好捨唔得幾百蚊，直接換個新嘅，將就住繼續用，就係拿自己嘅健康嚟講笑。聽到呢度，相信很多人都會有疑問：唔用鋼絲刷，唔使勁刷，杯入面厚厚嘅茶垢同頑固污漬，到底點樣清？難道任由佢一路積落去？大家唔使煩，根本唔需要浪費冤枉錢去買昂貴嘅專用清潔劑。我哋廚房隨手投到嘅幾樣普通食材，就係純天然嘅清潔神器，輕鬆搞定所有新舊污漬，零成本，無化學殘留，最重要係完全唔傷杯壁保護膜。今日教大家2招經無數人實測百發百中嘅清潔秘技，分別對付日常輕微污漬同埋頑固陳年老舊，家家戶戶即刻用得着。第一招係溫和去污法，專門對付日常輕微茶垢、薄水垢同杯內異味，只需要2樣嘢：雞蛋殼加小蘇打、黑醋、透光粉。平時大家食完雞蛋，蛋殼即刻扔垃圾桶，其實白白浪費咗天然嘅清潔工具。雞蛋殼嘅硬度恰到好處，比保溫杯保護膜軟，絕對刮唔花杯壁。
但對付污漬卻係極佳嘅物理清潔工具。再加上小蘇打超強嘅去污同吸附異味功效，不用洗勁刷就能輕鬆抹走表層污物。操作方法極之簡單，首先將用過嘅雞蛋殼用清水徹底沖洗乾淨，一定要沖走裡面殘留嘅蛋清黏液。沖乾淨，瀝乾水之後，用手將蛋殼捏碎，千萬唔好捏成粉末，因為粉末喺水入面冇摩擦力，亦唔好留大塊蛋殼。最好嘅大小就係同米粒差不多嘅細顆粒，摩擦力適中，可以全方位貼合杯壁。將捏碎嘅蛋殼全部倒進保溫杯，之後加一匙食用小蘇打，接着倒入小半杯30至40度嘅暖水，水量剛好浸過蛋殼同小蘇打就可以。倒好之後，一定要將杯蓋扭緊鎖實，然後用力搖晃保溫杯，上下左右持續1至2分鐘。這時候杯內嘅蛋殼配合活化嘅小蘇打水，喺高速搖晃下，會將所有茶垢同水垢逐一撕走。搖完之後倒出來，你會見到水又黃又濁。最後用流動清水反覆沖洗乾淨，杯壁立刻光亮通透，異味徹底消失。如果個杯好耐先洗一次，杯壁積咗厚厚嘅陳年茶膏同咖啡黑泥，上面嘅溫和方法唔夠力，就要用第二招終極強力去污法。呢個秘方就係小蘇打加白醋加普通大米3樣平平凡凡嘅家常嘢組合埋一齊，去污爆發力極強。最大優勢就係物理摩擦加弱，酸軟化，完全唔傷杯壁。操作同樣零門檻，首先向污漬厚重嘅保溫杯放2大匙小蘇打，再倒小半碗食用白醋。大家會立即見到白醋同小蘇打一碰撞，就會湧出密密麻麻嘅白色氣泡。呢啲氣泡會不停滲透同軟化長年累月嘅頑固污垢，將硬實嘅茶泥同氧化層徹底泡鬆。等氣泡持續爆發大約30秒之後，再放1把普通大米落去。大米係天然嘅打磨介質，顆粒圓潤，硬度適中。自身重量同摩擦力充足，可以輕鬆擦走被氣泡軟化嘅污垢。材料落齊之後，再次扭緊杯蓋，用力持續搖晃大約3分鐘，確保整個杯壁同杯底都摩擦到位。搖晃時，你可以清晰聽到大米喺入面撞擊同摩擦嘅聲音。3分鐘之後倒出污水，你會發現原本頑固嘅污漬已經全部被帶走。最後用流動清水反覆沖洗2-3遍，去除酸味殘留。個杯就會徹底恢復出廠時嘅鏡面光亮，同剛買返嚟嘅全新杯一模一樣。整套清潔方式全程不用化學清潔劑，對水杯零損傷，對人體零危害，安全又靠譜。其實生活中大多數嘅健康隱患都藏喺呢啲不起眼嘅日常小習慣入面。現在大家越來越注重飲食，每天堅持喝溫水同養生茶，捨得花錢買好食材，卻偏偏忽略咗每天貼身使用嘅水杯。一個錯誤嘅清潔習慣，生生將養生工具變成了暗藏細菌同重金屬嘅致病工具。最後喺度同大家重申一遍，核心重點，大家一定要牢牢記住：第一，保溫杯內壁絕對唔可以用鋼絲刷、硬毛刷等一切硬質工具清潔，徹底杜絕保護膜破損。第二，只要杯壁出現明顯劃痕同手感粗糙磨損，唔好猶豫，堅決更換新杯，切勿將就使用。第三，日常輕度污漬，用雞蛋殼加小蘇打；陳年頑固老舊，用小蘇打加白醋加大米組合，零成本又唔傷杯。一個小小的保溫杯，承載嘅係我哋一家人每天嘅飲水健康。大家返到屋企第一件事就趕緊翻出自家嘅保溫杯檢查一下，徹底改掉多年的錯誤清洗習慣啦。